湛山铁路屯本基湖片段是阿里山的两大特色。去年800太水本基湖3月6月为3000公里的伊，使到铁公路有几多位数路变黑，严重影响当地的观光产业。故作业者透过减免判发通，而向各多游客落来，还希望阿里山市府查尽快恢复全线通查，个带通地方繁荣。接下下来看纪录片《头羊五平海》记录本基湖乡亲的故事。本蛋全面停驶的阿里山森林铁路，虽然已经头6月开通部分的路线，不过随落太雨，铁路的内通可能再个受到影响。阿里山的客家族群大部分老亚条森林铁路有动程的关系。当时也是火车运那个木材也是我哋位客家人在位私火车迁到的。所以讲，当时凤冈时代是同我哋相比，差唔多2/3係我哋客家人。我特別本基湖是出產西洋瓜，俺哋大林公司摘西洋瓜賣啦，哈，還是做盤包賣啦。正因我嘅環保店開業37年，過後變做當地獨有代表性嘅民宿，不過頭800風災過後，生意變到都唔好。目前哈，大人是新鮮喎，吃環保嘅人好多啊，儂一日遊啊，來是水這玩意喎。風災過嘅研究，本基湖路嘅還係人人親親。人來的非常少，跟以前差多少？差以前的1/10都還不到。那時候一開門的話，根本沒有時間跟人家講話。那現在的話，足贏嘅啦。森林鐵路廢鐵過後，並嚴重影響到本基湖嘅觀光產業。鐵路鐵軌聲音、火車的車廂聲音都沒有聽到，客人就意願就不高了，沒有這個號召就沒有了。阿里山市府查帶通幾條鐵路嘅繁榮，業者希望森林鐵路做得腳到位，恢復全線通查，向下那當年來本基湖了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